但係門口入到嚟咧大廳，咁啊有一個對流效果嘅。咁呢邊咧就係望翻去西北，後邊望翻東南，呢個日落景觀啦嚇。咁望嘅景觀咧視野都好開揚，奧雲峰，再望翻個大廳啊，有對流窗，有側邊窗。搖身一變咗廚房位，廚房好多即係窗戶啊，同埋呢個工作平台咧，望翻個景觀咧都相當開揚啊。其實到長良灣嗰邊一路景觀，奧雲峰啊。咁呢邊咧就向東日出嘅，咁行翻落嚟個廚房位 U 型，咁其實都 OK 好用，執一執裝修。咁我哋去翻房間啦，房間呢個最細嘅房間，咁擺完床之後咧，其實呢邊應該可以擺衣櫃位。咁啊，另外就下次有窗嘅，咁啊幾光設計。咁另外第二間大房啦，咁啊牆身企理。咁呢邊咧就向翻東望翻海景。呢邊嘅景觀嚟講咧就開揚嘅，咁啊呢邊房就大啲啦，擺完櫃擺完床都 OK 嘅，咁啊少少嘅走廊位。